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5篇，撒迦利亚书第6章第9节到15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盼望。被掳流亡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是一群失望无助的人们，他们需要救恩的盼望。先知撒迦利亚面对这些流亡的以色列人，就劝勉他们要归向主。天上来的使者也预言了上帝将赐下怜悯之恩，赐下安慰给凡是归向他的人。撒迦利亚先知传递了许多的意象，也说了许多的预言。撒迦利亚的名字呢，就是上帝纪念，表示了上帝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，他特别还纪念着以色列人所受的苦。因此就透过撒迦利亚的预言提到了救赎与盼望。这个盼望是透过祭司约西亚所带来的。许多以色列人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来参与重建圣殿。撒迦利亚书第6章第9节到15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给我以下的信息，他说，你要把流亡者黑代、多比亚和耶大雅所献的礼物立刻带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家里。这些人是从流亡的巴比伦回来的，你要用他们所献的金银做一顶冠冕，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头上。你要告诉他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：被称为枝子的要从他所在的地方伸展出去，并重建上主的圣殿。他就是要建造圣殿，接受王者的荣耀，统治他子民的那人。有一个祭司要站在他的宝座边，他们两者都要和平融洽中共存。这顶冠冕要留在上主的圣殿作为纪念品，纪念黑代、多比亚、耶大雅和约西亚。住在远方的人要来协助重建上主的圣殿。当圣殿重建以后，你们就知道上主万军的统帅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。如果你们竭力遵守上主你们上帝的命令，这事一定会实现。昨天我们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提到了以赞美敬拜上帝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9节提到了活的盼望，也提到了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上帝。圣经这样说道：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由于他无限的仁慈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，来承受上帝为他的子民保留在天上的福泽。这福泽不是败坏、不污损、不衰残的，是要给你们这些因信上帝而蒙他大能保守的人，好使你们获得那已经预备好，将在历史的终点实现的拯救。因此你们要喜乐，虽然现在因种种的试炼，或许必须暂时的受苦，
这种经历无非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，甚至那能够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。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，更必须要受考验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、光荣和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他；虽然现在看不见他，却信他。你们有言语所不能表达的那无限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正在领受信心的果效，就是你们灵魂的得救。基督徒在绝望之中需要有坚定的信心，才能够领受上帝的救恩。上帝早就预备好的一个恩典。诗篇第5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倾诉，求你倾听我的叹息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呼喊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祈求。清晨你听见我的声音，太阳一出，我向你倾诉，静候你的回音。你是不喜欢邪恶的上帝，你不容许罪恶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你厌恶狂傲的人，憎恨一切作恶的人。撒谎的你要灭绝，嗜血的和诡诈的你都厌弃。至于我，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可以进入你的殿宇，我恭敬俯伏在你的圣殿中敬拜。上主啊，我周围都是仇敌，求你领我走正路，让我走上你为我安排的坦途。仇敌的话不可信，他们只想摧残，他们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，舌头圆滑，专讲欺哄的话。上帝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破坏他们的诡计，求你从你面前把他们赶走，因为他们罪恶多端，背叛了你。得到你庇护的人都要欢呼，他们要不断地欢呼歌唱。你保护爱你的人，他们因你而有喜乐。上主啊，你赐福给正直的人，你的怜悯像盾牌保护他们。在困境当中，我们不失望，因为有上帝所赐的盼望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下，都有坚定的信心，抱持的盼望，勇往直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